因为美国的关税政策到今年6月中为止，国内有38间企业减班休困，已经超过1000人咧休无薪假。专家认为这款情形会愈来愈严重。7月要公布上新的统计，这数字应该嘛无啥理想。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影响，90天的放零期会伫7月初9到期。虽然咱国政府代表积极甲美国谈判，不过对劳动部最近几个月以来发布减班休困的统计，对4月开始的数字慢慢显示出无薪假有渐渐增加的现象。劳工他不是在休假状态，他其实劳资双方都是一种被迫无奈，然后减少工作的一个无奈的状态。根据统计，到6月中旬为止，实施减班休困的企业有38间，人数接近1200人。工商界认为讲，亲像制造业、纺织业明显受到冲击，机械业也有厂商暂停出货，原因就是关税谈判结果还未确定。汇率的冲击就已经侵蚀到产业的生存，造成全球商业行为受阻碍。汇率全部都要出口商吸收，进口商不会帮你分担，通路商也不会帮你分担，原料供应商也不会帮你，汇率都是出口商自己要去承担的。劳动部要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的时候，那当然我们就要用最新的 CPI 的数据跟 GDP 的数据，那来作为明年要调整最低工资的调幅是多少的一个基础。劳团烦恼讲，企业无单通接，劳工敢若会当休无薪假。认为讲，若是对美国谈判结果较明确，政府就应该甲劳资抑个学界做伙讨论相对应的对策。也认为7月初4，劳动部要举行上计工资的咨询会，未来9月审议会要以谈判了后呈现的 CPI、GDP 来做审议的依据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